今天我们这个国宾大楼呢，是一个非常地标性的一个建筑物，它73年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所以现在的屋龄已经高达38年。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发现国宾大楼因为过去年久失修了以后，慢慢的丧失往日的光彩。那我们希望说它能够重塑旧日在台南的一个地标性建筑的风貌。所以这次呢，特别来争取这样子的一个补助跟维护整建的一个工程。国宾大楼它的位置非常重要，它前面就是我们台南市最重要的公车转运站，然后它的对面就是我们的台南火车站的正门口，所以可以说它就是在我们台南市的门户，只要从台南火车站一出来，就可以看到在这一栋国宾大楼。所以我想这一次的维护整建，除了是成为我们自主更新的一个成功的案例之外，更重要的是它发挥了我们台南市门户重新改造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效益。因为我们也是经过了12年的一个努力了，也感谢从市政府开始，我们的市长还有各级长官的一个帮忙，我们在经济条件非常不理想的情况下呢，把这个事情呢来做了一个作为一个完成这个非常非常的感谢。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感谢我们中央的跟我们管委会的努力，我们市政府也希望多尽力多协助因为大家现在火车站前面，我们铁路地下化火车站前面在整顿在整治然后如果将来或现在出了车站，看到一些门面就是说刚离开车站，就看哇这个建筑物都是比较老旧或者比较不好，大家会觉得影响到整个对城市的印象这是这个基本上的第一个理由。但是也感谢我们张主委还有我们都发局，还有许多我们在地议员跟里长的关心能够让这个台南市的这个门面这个进出的门面这个部分也都终于能够完成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除了这个火车站的门面之外，我们还有高铁站的门面、机场的门面，这些部分我们也都一个一个要去把这个整顿得更好。那这边的周边的环境，除了我们这栋大楼之外，周边的环境的整理我们也希望说都发局也好，我们在地也好，我们会多努力来把周边的环境整顿得更好。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伙来关心。将旧空间活化再利用，转变成为社区型的生理卫生中心。行政院长陈建仁伫视察时阵，不但学了这项政策有创意，而且佫有意义，因为深感无心理健康，就无真正健康。没有心理健康，也就没有真正的健康这3年多来，我们全世界受到 COVID-19 的影响，各种灾害啦、气候变迁啦、国际的战争啦，都为人类心理带来很大的冲击而且现在社会这个高压力的生活的环境呢，也为民众带来了很多心理健康上的负面的影响。所以在刚才局长的报告里面，很重要的就是心理卫生中心做的，不只是末期病人的照顾。后期病人的照顾，前期的心理卫生的促进，还有病例的这一个筛选还有早期的发现，都相当的重要。院长陈建仁伫致辞时讲到一半，现场所传来欢呼声，原来是立法院3读通过特别预算这个好消息。我们这一次的疫后特别条例，今天刚好在立法院审查，我希望它能够3读通过。通过了以后，通过了吗？太好了！我们应该为这个鼓掌一下。不管是防疫顶面协助，或者是长照工作上的帮忙，黄伟哲拢非常感谢中央的支持。伊表示，市府会持续挹注资源甲人力，持续强化社区心理健康照顾。建立这样的一个心理卫生中心，能够对于许多
这个市民朋友们的心理健康有很大的帮助。我相信这是需要的，而且重要的是，我们又活化了一个旧的一个厅舍，那能够让这个政府的厅舍、政府的资产物尽其用，那又能够帮助到民众提升他们的心理健康，这是我们很高兴见到的。卫生局表示，盐水心理卫生中心投入营运后，会当就近服务溪坝地区的民众，提供心理卫生咨询、咨商、精神医疗资源以及就业转型等专业服务，照顾社区民众身心健康。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伫台湾各大医学中心，除了提升临床的照护品质，另外伫研究的论文发表，嘛成为各大病院重要的课题。基美医学中心麻醉部今年来伫王志忠教授的带领，不但连续得到国家新创奖的奖项，另外伫基础研究、甲健保资料库以及 AI 大资料的运算方面，嘛拢成果丰富。伫麻醉部2022年的学术成果，更加克入世界前50名的行列，排名第24。我们奇美的研究呢，有分基础医学研究部分。好，那基础医学研究部分呢，这个主要就是做一些动物的实验，哈。那还有临床的研究，主要就是做人的、病人的，哈。那我们在这临床研究方面呢，有包括这个用资料库做的研究。有这个人工智慧做的研究，临床实体人的研究，那这些的论文发表在这几年当中呢，常常都发表在麻醉学界呢第一名的期刊，也有好几篇哈。那在基础研究方面呢，也是在于这个发炎以及这个慢性神经疼痛方面呢，都有非常好的表现。那这个还有更有实证医学的研究，我们这几年的年轻医师在实证医学研究方面呢，着力的非常多，每年的产出量也非常大。那这些研究的成果呢，都可以呢，很快就运用在临床上，给病人带来福利。我们的麻醉科呢，因为这个学术成果这么突出，它在全球是排到24，各位就了解，在全台湾其实我们的排名可以说就是第一啦。那在这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学术的成就之下呢，它带给病人呢就是一个很好的医疗品质的照顾，因为有好的医疗品质，才有办法产生出这么多论文。那同时也因为很好的医疗品质、很好的学术成就，所以呢，我们也带动我们的年轻的有一志要从事这个麻醉科的年轻医师，他们也会把奇美当作他们的第一首选。上午的成果发表包括基美医学中心教学副院长陈志成、麻醉部的部长陈真英、加副部长楚景成教授拢亲自出席。现场副部长还佫分享一名60多岁的男性，因为疝气开刀，后来痛痛不止，发现是腹主动脉瘤。靠着医学研究加临床的结合来化解危机。未来基美医学中心研究的成果，嘛将加医疗品质来互相辅助，希望带动医疗的水准大幅度来提升。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每年的农历春节到4月是草莓盛产的季节，长期提供绿色学童营养午餐的议员林美燕，因为听到小朋友的心声。想要吃草莓，不过家长却无时间带小朋友去买，因此每合康黄金慈善爱心会、甲台南市妇女联合会，2月1号中昼特别邀请南区7间国小的绿色学童，到永生路的新兴农场，实际来体验采草莓。今天天气就好啦，我们带着小朋友来到草莓园。这个地方底是在南区永成路上面，难得的地方有这么草莓园，这么的就是它是有机的草莓啊。我们为什么带小朋友今天来到这边？就是说就是校外的教学，就是让亲自去体验田野的生活。我想农夫的耕种啦，还有果农的辛苦啦，我们必须要实际上带小朋友来在第一线的时候，让感受得到。那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的业者今天愿意
提供这个场地，包括采收的过程中，让小朋友实际去体验。采完以后，还会把他们自己所采的草莓带回家。我想这个地方也让我们知道说，你摘草园也未必一定要到就别的县市去。那南区毛竹鹤观光果园就是在永城路上面。那小朋友今天除了来就是采草莓之外，体验一下生活校外教学之外，事实上我们也让他实际就是在这个地方，我们也进行田野的午餐呐。好也干嘛说在校外原来大自然是值得去亲近它的。开心。以前有采过吗？没有。没有。你知道这边有一个草莓园吗？不知道。不知道。今天来了就知道。离家里很近哦。是不是离家里很近？对。就在旁边而已哈。七间国小大约70位的小朋友，伫个农场主人的介绍要安怎挽草莓以后，每一位摕着篮甲夹刀进入果园，看到佫红佫水的草莓，每一位小朋友就急要采收，真紧就加满一小盒。因为园区内的草莓有分平地甲高价，厂长表示，因为栽种的方式无同，照顾的品质嘛无同。草莓有分1、2、3、4期花，第2期花是最大量、最漂亮、果最大的时候，所以刚好落在农历年至228这个时候，它的那个产量跟那个果是最好吃的时候。高价的那个病虫害比较少。我们人员管理做起来也比较轻松一点，地上比较干净，不会杂草丛生，地上的矿物质是比较多，可是相对的它的好菌坏菌都有在，所以管理起来就比较费心，以我们现在人的那个就是蹲着工作比较累啦，所以做高价的那个做起来也比较轻松一点。草莓长出来也不容易碰到水，腐烂的情形就比较少。这群小朋友伫学校老师的带领，大多数拢是第一届来挽草莓。伫市府农业局甲观光旅游局的协助，现场主办单位不但准备丰富的午餐，另外还佫有有奖征答。互小朋友体验趣味的户外教学，另外小朋友还佫用将草莓摘倒去厝，甲厝内面的人做伙分享。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安平导弹道长王宏儒伫去年完成顶倒腿挑战，正式晋升安平导弹第3代掌门人。而顶倒腿是道教神职人员晋升道一个传统仪式，也是地方的盛事。一般完成顶倒腿后，就会展开顺向射程。但因为疫情的关系，这种仪式延到旧年来举办。王道长伫出发之前，先来到圣恩佛祖会，向观世音菩萨以及天上圣庙禀报。今仔日咱伫遮做一个起点，因为咱台南省佛祖会也是咱的这个卢会长就是咱顶厝咱这神仙拜庙的总指挥啦甲咱支持甲咱爱护，安尼嘛甲咱牵架。那今仔日神仙拜庙意义就是讲，咱伫去年度咱这登梯月路非常圆满，也平安顺遂。今仔日咱抱着饮水思源，咱要感谢的心。要来感谢着咱立位众良神咱敬拜这神奇，甲咱爱护护持，互咱圆满。所以今仔日要敬谢这个观世音菩萨，我一个印象较深，特别甲交代伊无用纸摕了的时阵这10冬内一定爱去拜托推，搁再来做一个迄个层次会升级晋升的这个典礼安尼所以伫这个9冬。当伊下9冬的时阵来完成这个任务啦，
啊，所以我身为这个做业总指挥的这个，我感觉足欢喜这次仪式见证了道长世家传承，彰显家训道德品行，出自有道，也抱着感恩之心，倡导饮水思源。道长王宏儒也前往国庙行三跪九叩大礼，并伫巡香后举办法宴社成。这项道教宗教圣事也吸引真侪民众前来观礼。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每一当农历2月7日土地公生，信众无分大细汉来到六合境大埔福德寺来祭拜龙客家。立方表示，20号暗时11点就出现人潮，庙门嘛拢无关，到21号人愈来愈多。注意讲，甲旧年比起来，今年因为疫情解封，人数佫加1倍，敢若卖金就至少50-60万。台南市政府嘛选定者再次举办八公生庆典。副市长赵清惠先代表市长甲各界贵宾依照礼法共同接受祈福。嘛因为南部已经558天拢无大雨，水库抽水量愈来愈低，祈求天降甘霖。希望说我们佛公的保佑之下，可以让我们的水情可以有一些缓解。现在的这个水情不是很好，所以现在的降雨率不高，所以各个水库都有点吃紧。我们也希望在佛公的保佑之下，可以风调雨顺。伫祭拜八公的传统礼俗当中，由客家妇女家己所摆盘的盘花，以及亲像制作的红板，也是红菇粿，会中嘛一一分送给乡亲，代表欢迎感谢。另外现场所吹奏的八音、演锣鼓、演鼓吹传统音乐，拢是客家祭典袂当欠缺的。八音乐团跟贡品是最主要，再来我们的仪式，我们的祈福的仪式一定会用客家话来祝寿哈，那来让大家来一起的祈福哈，所以呢，在语言上、在文化上、在音乐上都表现出客家的风俗，所以是非常的客家。随后，市长王伟贴嘛赶到场向八公祭拜谢愿，并且甲所有乡亲亲切互动，强调八公生庆典将成为一年一度固定的习俗。土地公的生日本来就是民间重要的这个不管是宗教性上或是文化上的重要庆典，但是由我们客家委员会来接办，也是特别博具特别的这个。具有意义去年第1届，今年第2届，我们也会持续推动，让客家委员会让民俗宗教能够结合一体。土地公主要是台湾人的信仰之一，客家称土地公为八公，嘛是客家社会重要的习俗。透过生日庆典，要让大家更了解八公的传统民俗文化。台南新闻军及采访报道。伫民众热烈的期待，寸土寸金的淡市东区，将伫南澎购物中心对面一片共87公园，沿着南台湾第一座以军事作为主题特色游戏场。因为这早期就是属于陆军进驻的平时营区，经过土地征收中划以后，伫1公顷的范围内，除了规划活动中心，市府教育局嘛编列1200万要来打造公园。希望兼顾历史教育意义甲特色的休闲场所。20号，市长委托伫这乡亲甲民代见证，嘛亲自动土，场面相当热烈。动土开始，一进土，海地平安，金金地国。一进土，祝贺刚土顺利，定金2进土。祝贺公平稳稳，基本重要。掌声鼓励来祝贺。因为我们这是在我任内从第一座特色公园，是到现在在动土的第16座特色公园哈，所以说我们希望说能够有更多的特色公园，让亲子、让孩子、让我们小朋友、大朋友都能够玩得开心、玩得尽兴。因为以前一般的公园有绿地、有树木，当然很好。但过去的游具都是有一点，大家觉得说所谓的罐头游具，那这个难以彰显这个特色哈，孩子玩的也不尽兴。那现在我们一个一个把一些
公园优化成为特色公园，那能够让孩子就到特色公园玩，就有点像到游乐园一样。那这样子，我想对于不管是遛小孩或者亲子在假日的时候，能够好好的一起玩在一起，那是很开心的。那我们像港滨历史公园或者是这个健康特色公园，都已经开始陆陆续续就已经开放了。那现在这个特色公园，我们也希望尽早完工。该特色游戏场伫动土以后，预计3月进场时间，工期大约9个月，预计今年底就完工。对了这片精华地段，佮加添观光休闲的机能，活化经济发展。台南新闻古籍何乔邦采访报道。走进这家色彩缤纷的餐厅，主厨 Jack 正在后场厨房里利落的备料，备料台上正准备着充满巴西风味的餐点，跨越地域国界的香气扑鼻而来，嗅觉也跟着充满热情的料理一起缤纷绽放。这是我学的第一道菜，因为这个是其实最简单，但是其实难是难在它的比例。巴西料理它是一个很特色，是融合了非洲、欧洲的一个料理。那因为当初巴西呢也是葡萄牙的殖民，所以它有葡萄牙、欧洲，还有一些意大利、德国的料理融合。然后为什么有非洲呢？是因为当初葡萄牙人把非洲的人呢奴役到那边，所以把非洲料理也带过去。那因为巴西它没有战争，没有一些天灾啊，所以它的农渔牧都非常发达，尤其是牛非常多，牛比人还多。为什么叫三角尖？就是它是后腰臀的肉，然后它的肉呢，臀上面是带油脂的，所以大家吃的话会感受到说这个油跟肉的感觉。把那个油逼出来，这里可以烧一下，让它加速那个过程。原本从事贸易的主厨 Jack， 先后在美国、巴西等地工作，因为自己喜欢吃也喜欢料理，从巴西回台湾后开了一间咖啡馆，卖起简单的咖啡和巴西小点心。偶然机会下，发现高雄有许多巴西的交换学生来到店里，他们最常问的就是有没有家常黑豆饭可以点，这让 Jack 开始想为这些巴西交换学生们做出熟悉温暖的一顿家常菜。那为什么我们巴西料理有很特色的黑豆饭？因为那个当时被称作黑奴饭，虽然听起来蛮可怜的，但是黑豆是非常营养价值的食物，它把猪肉啊、一些香肠啊，它炖在一起，那就供给这些黑奴吃饭，所以黑奴饭呢，就是算是一天的活力来源，就是让他们很营养。它算家常菜，就最常见的呢，就是妈妈都会煮这个料理。那比如说我们一般去餐厅啊，星期一炖猪尾巴炖那个猪脚啊，然后炖，每天都炖啊，炖到星期六的时候最好吃。为什么呢？因为各种猪的部位啊，我们炖在一起，所以最浓郁。所以巴西当地星期六，他们很多家庭呢都准备黑豆饭，然后在自己的家庭呢里面做那个烤肉。那他们很喜欢那个足球，算是他们国球。然后他们也喜欢做这个，因为起司多啊，也做那个起司球。所以我们说第二个国球是起司球，他们起司球也是当地很特色的。异国风情带来独特的美味料理，除了传统家常黑豆饭，甚至当地的国民小吃起司球，还有独特的烧烤乐野牛排，来到这里统统吃得到。Jack用餐点让在台巴西人身在异地都能吃到属于家的味道。最家常，我们当然是有信心的，是因为我们很多食材没办法从那么远运过来嘛，都是用在地食材做改良。那我们巴西人也接受度都很高，但他们也很喜欢，甚至他们因为很多会给他们学生嘛，喜欢留言本啊、签名啊，他甚至还写说世界最好吃的炸鸡球在这里。那我就觉得看到这句话，我就很感动，想说他们这样子。可能最好是因为他在异地嘛，会觉得说哇，这个家乡味我吃到了，好感动。他写下那番话，我特别记忆犹新。对啊，没吃过看是从手机上看到说这里有一个餐厅
就来试试看这样。今天点双人套餐，然后因为多了一个人再加牛排和薯条这样子变成3个人可以用。台湾很少有巴西餐厅的，我觉得，那就这样吃看看觉得不错，又再回头过来啊。几乎每一次都跟朋友一起来了，觉得蛮好吃的。身处缤纷色彩的用餐环境下，享用一顿不用出国就能品尝到的巴西风味餐。餐后还有随桌服务的现场手冲咖啡。下回有机会，不妨来这里吃一顿充满南美洲风味的家常餐点。记者周福庆、曾佩云高雄报道。感谢你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碧纯，咱再会。